我哋仍然可以好好地參加整個陸運會嘅，靠你哋咧每一位做啦啦隊啦，唔好睇小你哋每一加油，你哋每一句嘅 slogan。其實咧作為賽場上面嘅運動員，聽到之後咧，確實咧係多咗少少嘅力，係會跑多快少少嘅。我哋呢2日嘅運動會，老師同埋同學都好深刻嘅一樣嘢，就係好感恩我哋嘅天氣好，人人嗰個能力同埋擅長嘅嘢唔同，但係運動係一個對我哋成個身心靈健康同埋建立我哋班團隊精神或者係社精神咧最好嘅一個方法咯。見到行社社員多咗去上台拎獎啦，佢哋好努力咁樣去比賽啦，行社加油！跟住希望佢哋啦啦隊陣間演出成功。覺得大家都用心同埋好 enjoy 咁樣去享受今次嘅運動會。希望我哋嚟緊嘅社際活動，大家都要繼續加油，做到自己最好。其實我哋第一次做社長呢個位都好多嘢要適應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都幾大挑戰，但係我哋最尾都好成功咁完成咗，所以係好感恩。好想多謝我啲社職，好想多謝文社嘅同學，即係我見都好俾心機咁樣嗌口號，希望你哋 enjoy 今年嘅運動會。嚟到呢一度咧，好感受到熱血啊！因為其實我之前咧都係20幾年前喺呢一度咧嘅運會全場總冠軍，咁咧都咧係綠社社長喎。諗翻起以前咧，又練啦啦隊啦，又要整衫啊，又要整頭飾啊，又諗口號啊。作為運動員咧，又要準備比賽喎。所以咧喺呢個體育裏邊咧，其實改變我一生。希望咧大家可以咧透過體育運動啦，揾到你人生一個舞台，而且咧可以行到遠嘅。